新闻消息来关心，疾管署伫昨昏宣布，头一批莫德纳 XBB 预防射伫这2日就会到位，伫后礼拜2会当开始注射，是提升予65岁以上的时段注射。若上紧伫10月初9开始，一般民众嘛会当注射。另外，为着要鼓励高风险族群先去注射65岁以上的时段，有去注射就当领到500块的卫教品，也有10支快筛试剂。XBB 疫苗确定后礼拜开始自疾管署宣布，因应新冠病毒株演变，目前国内外疫情犹原继续以 XBB 为主流病毒株。为着防止秋冬疫情搁起来，为9月26起，会分3阶段开放民众注莫德纳 XBB 疫苗。头一波优先注的对象是65岁以上高风险族群。XBB.1.5 的疫苗是一个新的疫苗，那对于这个65岁以上的民众，事实上如果打了之后，对于他抵抗这个传染力，还有这个并发症都有显著的提高。疾管署表示，为要提升长者免疫保护力，才会列为头一波注射对象。10月初2起开放医护人关注，10月初9才开放予全民来注射，提供予满6个月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是大人，经过医师评估，会当注1至2支。也毋过有基层医师烦恼，最近新冠疫情当好，长者恐惊注的意愿无悬。疾病管制署应该定期去发布最近因为新冠肺炎引起住院或者是死亡的病例，让这些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差的人能够知道施打疫苗的重要性。为了鼓励高风险族群注疫苗，65岁以上长者，每人会当领500块的卫教品加10支家用快筛试剂。疾管署提醒民众，10月也拄好是公费流感疫苗，长者肺炎链球菌疫苗开始注的时停，只要经过医师评估，就会当同齐注，无需要加开头一批莫德纳 XBB 疫苗，这2天就会到货，大约132万剂，到今年底，拢总有600万剂会到货。记者综合报道。